每礼拜日，客家方言内的专题，来看的是生活地图天朝的用途的水。为了种农作物，同时把离河坝下燃的天燃入水河中。对日本水台，所以台中县下柏浪圳，然后台南、嘉南台圳，还有花东以南的客家老主公，将年代奶牛当烧当摸水河中的看天天，透过各种地方都冇强用的设施，做嚟当到水利的建设，来发展当地的农业生态。日本小看下台湾总督府为大发展同年，到4年1928年，到台中县县下来做甘蔗容器计划。我3年至4年无啦，只对太监开水头柏浪高铁，用长16.6公里，高地增产23.5公尺嘅柏浪卷，同时投入去县下台铁。广开面积达到几千公顷，独到山只用防空打通，过河坝时只用风吸管、吐槽嚟到设施来送水。其中2号东风吸管全长346.88公尺，到底下系联动轻长嘅风吸管。用两条水来到新设高地了，主要唔是用天的嘛，自然流水，所以蒙国较快人员是在用2条水啊。柏浪卷是到1999年由日日铁通甲下废弃，经过重建将恢复送水的功能。为了提升柏浪卷的观光价值，柏浪卷社区人草促进会每周请日本国会议员到场参观，希望今年是探索提供不论设计师几田欠用的资料来做文化观光资产。到1930年完工的嘉南太卷，这套列车开放，设计师8天日估计延期，来重现甲当时历史气氛。经过10年，将完工的嘉南太卷，同观看面积对5000公顷，宏大到15万公顷，等于系30倍。到底下汉头用的3年零口制土，还能同入汉的徐子年做清泰汉土的利用。最重要就是说，它让从云林、嘉义、台南县这个我们所谓的嘉南平原这个平原的土地从原本就是没办法有稳定的水源供给，一个看天田的状态，变成说因为有水库水郡，可以比较稳定的在非雨季的时候也能够持续供水。嘉南太卷市府本来是人分较高的呢，而这个都水建村建潭，就开始变得较好耕种。当地的农业环境未因此安尼改善。除了官方判的水准，到台东市上新开展，你也看到像路桥的重型建筑物，其实系水行的路，当地人按照普准。到1870年代，在屏东潮州来的抗议，到水准经过较地府的萎缩的时，同水准加较高度，用水是冲到较热的萎缩。普准做因为讲嘅东片山地势又较高啦，和土地非常肥啦，现在。从来坡池上准嘅水无法度灌落去嘛，因为嗰边特立无嘅呢，冇负啊，负大都出啦，所以就等用人工凿条坡墩起来。为了观看同老师，客家先民就体现来留下水资源。多年来，沿着地下水当中，都让平壤开阔的抗议，就用产水做观看水源。连山乡的皮头卷在标准的产水型水准，除了观看功能，也就高了同观光功能。对水准的发展，没使看到抗议生活高的历史。台湾的体型较大，水较流唔起，种水量较大的农作物，则是是人工设施来囤水。像土壤、土气厦门水库进前，只有几下前大的笔筒来供应水源。
客家先民同開墾家下，只用比塘水圳嚟到設施，又提供本來無水嘅土地，嚟使有水和灌溉。田橋地度搶救住嘅農作物，我用耕種落去嚟擴張水文天發電，嚟電現抗疫持續嘅智慧。客家新聞廣州區李文輝綜合報導。